操我！我操你呀！你们谁呀？这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做鱼了。操！接招！走，使劲！哎，来，3、2、1，使劲！啊！啊！哎呦我操！疯子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！被你妈给干了！我操！妈的，怎么回事？别跑啊！为什么遇见你就再也难忘记？为什么离别你离我而远去？来，帮我推一下来。哎，是的，这个推不动吗？1、2、3。你不来吗？他妈，你们在干嘛？快走！快走！妈的，不会注意点，吓死我了！快走了！你妈的！给他喷！下点给他喷！走！我要喷死你！妈妈，你干你呀！你看，哎呀，我操！我还有一个手机，打电话。兵哥，你又找帅了！要了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要了，好像没用。过来拿鸡蛋。啊，来了。
了，那要骂了。哎呦，那这搞两年走什么不得哦？哎呦！哎呦！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我哎，媳妇儿，哎，到家睡觉了啊！马上上去，你想吃点啥呀？哎呦，什么玩意洁白的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美丽的像童话。想起那年初夏，我为你牵挂，在一起就放下。给点钱呗，大哥，家里吃不上饭的。大哥，给点呗，大哥，给点吧。我操，我这钱包！辛苦了，哥哥，好，谢谢。我这里个是啥子？干嘛？操他妈！干嘛？
Just take it on me. 哎呦哎呦，快点！哥，好了没？好了。他妈谁呀？Just take it on me. 没事吧？你有病啊你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谁呀谁？